一开始来关心嘉义太保市一大人家厝，伫昨暗9点外发生火灾，一口罩7个人，爸母含5个囡仔住伫内底，火烧厝造成母仔囝有3个人不幸过亡。消防车，叫消防车，快点，叫消防车，快点！ 大火炭烧到规间厝，火场的温度正悬，厝边拢无法度瓦滚，大家拢真担心，因为内面有带一对爸母，还有5个囡仔，唔知敢有造菜。有小朋友吗？有没有拿出来啊？小朋友！一栋伫咧嘉义太保市民生路的病房，昨暗9点外突然间大火，厝边发现的时阵，火已经炭烧到规间厝。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是完全大火了。 它已经完全到，已经来不及。我赶快拖水管出来，那个已经救不了。消防人员到现场，把火拍花，查甫主人被救出送病院。这么插讲，厝边讲3个查某囝拄好出门无伫咧厝的，消防人员继续伫咧火场内面找，有找到查某主人甲一个5岁查某囡仔，拢已经无生命现象。到今仔日透早已经找到最后一个查某囡仔，送病院也是救袂大。本日5月8号。 早上清晨2点19分，在瓦砾堆里中已经找到了3个女儿，目前先安置在南新派出所。那后续我们已经有请社工来介入来一个安置安抚。暗暝这场大火造成一家伙7个人，有3个人死亡。太保市长陈淑芬讲，发生意外这个家庭本身是家修入伙，会依照相关的救济办法，甲因斗3工。因若大火原因，也搁伫咧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